第二转身叶格，南耶尼巴雷属卡尾札，全所作业使用拉类格，表动作间接所及之对象或趋向的地点，以及变化的结果。A 表及物动词的间接受词。轮渡卡日客啦波巴追，早汤养背客啦罗家界。雄伟雪山似雨凝勇气，无垠草原开阔凝胸怀。早汤等内客啦对路人，努手配尾这是满敦熟。草原之上向您咏赞歌。家畜繁茂兴盛愿吉祥。心语宁当插摸，干妈克拉皮。心中悄悄细语，献给心爱的你。B 表趋向动词朝向的地点。长切萨拉跑北图，敦松这波min类蕊。细雨飘落土地时，三秋庄稼将丰收。C 表变化动词变化的结果，同体格。先见他们借地瓦糖，地威球糖等本球节。愿一切有情，聚乐即乐音，